香港樓市跌好痛苦啊！佢唔係一下子跌落嚟咯，佢係陰陰地咁樣跌落，但係反彈咧，由谷底反彈嗰下可以又快又急，爭成10幾個 percent 嘅。如果你現時想喺香港買樓，用你講下我自己對香港樓市最近嘅意見啦。香港嘅一手樓盤有一個平價嘅趨勢，第一二批開出嚟嘅價普遍都比同區嘅二手平到1至2成嘅。發展商嘅目的第一樣嘢就吸引市場嘅 noise 啦，令到啲人可以聚焦個盤，令到佢第一二批係賣到一個比較好嘅成績。例如北角皇都基本上第一二批係近100%沽清啦，朗天峰就沽清晒。到而家嘅上演，佢啱啱就加推咗第二批，我相信第一二批都會賣晒嘅，第三批就難賣少少嘅，因為發展商會加價。Hello， 不論係朗天峰或者係藍手，第三批佢係加得幾狠嘅。喺發展商嘅角度，就因為樓層高咗，景觀好咗，所以價錢貴咗，正常嘅。但係個加幅就唔係好正常。用九龍城嘅藍手去講咯，佢第一批折實嘅平均尺價係17,388蚊，第二批加到去18,652蚊，去到第三批折實嘅平均尺價為25,515蚊，短短係2個禮拜，加幅係接近2成。去到第三批賣唔晒，正常嘅。唯一出乎我預料嘅係銷情比我想象中仲要好。作為對價格敏感嘅投資者，俾嘅價錢去到2萬蚊，喺市場上係有更多嘅選擇。當然可以話係回歸翻個市價嘅水平。最主要原因就係發展商已經去咗足夠嘅貨存量，回籠咗一啲資金，對去貨嘅需求冇咁迫切，減低佢嘅資金嘅壓力，令到佢有足夠嘅 bargain power 同銀行去傾數。就算唔同銀行傾數，佢都可以攞住回籠翻嚟嘅資金去填咗銀行嘅融資成本，佢就有底氣慢慢去賣，去同個市場慢慢去玩。最好就係佢賣嘅途中就經歷完個地產嘅週期。投資嘅嘢每個人有每個人嘅策略。同我啲朋友仔講咧，如果發展商已經喺俾市價踢多1-2成俾你，變相嚟講預咗個樓價嘅跌幅係跌咗俾你，咁你應該係考慮呢個盤係咪適合你入市。可以考慮買一啲已經減價嘅盤，一手二手都可以買。最主要個收租回報一定要過4，唔係嘅話你嘅抗跌能力會好差。呢個係我自己唯一嘅忠告咯。我今年雖然都係睇跌，但係都唔會好誇張話跌多3成，好難。我覺得頂晒榜係跌10%，最主要都配合翻現時美國嗰邊會唔會再減息，減到去3.5已經差唔多見底。香港樓市跌好痛苦啊！佢唔係一下子跌落嚟咯，佢係陰陰地咁樣跌落，但係反彈咧，由谷底反彈嗰下可以又快又急，爭成10幾個 percent 嘅。如果你對香港物業投資有興趣，可以揾我。我係 Louis，我而家去跑步。今日係好天嘅，有太陽，同埋係值得運動下。唔係嘅話，我真係有中年危機。笑。